疫情发生较大，真侪医护人员拢死头路，无要做咯，所以即马欠工是真严重。医护团体嘛指出讲，咱国内医护过劳，待遇阁无好，所以人拢留袂调。伊要伫10月22行上街头大游行，要来争取医护人员的权益。职场嘉年华，医疗劳权大游行。第一线医疗人员争做慢性疾的各种规约，比如因的工课劳和待遇备受低压。台湾各大医疗工会发出4大诉求，希望甲医疗人员补助，甲好病病入法增加健保总额来提升因的待遇。全日护病比规范护理师每日照护上限，但却用全日、全月、全月来平均计算，使护病比的数字容易被稀释失真，无法发挥功能，丧失其意义，导致各病房的护病比依然高居不下。虽然卫福部自8月就启动护病比7班，上今年底会制定3班护病比的标准。不过工会认为，爱甲3班护病比入法，才会当改善过劳和超时的问题。有好的工作环境，医护人员才大一条。另外，针对薪水待遇，工会也指出，政府应该爱增加健保总额支出，才会当改善。我们要求政府扩大医疗保健的支出，然后完全给付健保总额的36%，提拨的金额不应该计入政府是雇主的总额36%。健保法规定，政府爱出36%的健保费用，但是工会指出，政府甲身为公务人员雇主爱出的保费算入去这36%内底，来减少应该爱互医疗因素的健保总额。所以，伊嘛呼吁政府应该要实实在在提拨36%的健保费用，才会当改善医疗人员的薪水待遇。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宣布，要伫10月22办大游行，争取劳权，呼吁政府要用实际的做法来改善因的待遇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